隋朝末年，隋煬帝嘅暴政導致各地民變四起，群雄割據一方。太原劉秀李淵把握時機，喺公元617年起兵攻入隋嘅首都大興，佔領多個倉校，得到大量嘅糧食。而另一方面，大興位處關中地區，易守難攻，係一個理想嘅根據地。就係咁樣，李淵掌握咗建立唐朝嘅基礎啦。李淵攻佔大興之後，另立隋煬帝嘅孫楊佑做公帝，廢除隋末嘅苛法，爭取民心。公元618年，隋煬帝喺江都被弒，李淵於是廢公帝自立，改大興為長安，以長安為都，建國號唐，是為唐高祖。唐朝建立初年，群雄仍然割據。唐室經過10年嘅征戰，憑着次子李世民卓越嘅軍事才能，逐一平定各地嘅割據勢力。李世民後嚟繼承皇位，是為唐太宗，喺公元628年在位嘅第2年，統一全國。點解唐高祖會由次子繼位，而唔係由長子繼位呢？原來喺公元626年發生咗一件大事。李淵立長子建成做太子，次子李世民為秦王。因為建成同埋世民不和，就喺長安城嘅北面玄武門發動政變，射殺太子建成同埋佢嘅細佬元吉，史稱玄武門之變。玄武門之變之後，高祖被逼立世民為太子，而李世民就喺第2年627年繼承皇位，628年統一全國。李世民即位之後，改元為貞觀，是為唐太宗，沿用隋朝嘅制度加以改良。另外，又以隋代束芒為借鑑，勤於政事，開創盛世，史稱貞觀之治。貞觀之治最重要嘅事蹟有4項，第一樣係確立三省制。唐太宗沿用隋朝嘅中央政治制度，而且加以改良，將隋嘅內史省改為中書省，三省分別就係中書省、門下省、尚書省。而6部就係將民部改為戶部，分別係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。太宗明確劃分三省嘅職權，而且增設政事堂，協調三省嘅關係，令到三省嘅長官可以共同議政，提升行政效率。第二樣係確立科舉制。唐太宗喺隋代基礎上確立科舉制，以分科考試嘅形式選拔人才。隋文帝嘅時候只有明經、進士2科，而唐太宗就新設秀才1科，分別就係考經書內容、詩賦同埋計謀策略。由於考生不限出身，平民都可以因科舉而成為官員。科舉制既可以促進社會嘅流動，朝廷又可以吸納具備才能嘅士人，亦都係咁成為唐代選拔官員嘅最主要途徑。第三樣用人為才。唐太宗用人不問出身，重用具有才能嘅官員，同時注重吏治。只要有才能，就算係隋末割據群雄嘅部屬，或者係之前李建成嘅部下，全部都會任用。房玄齡以謀劃著稱，杜如晦以決斷聞名，史稱房謀杜斷。而原本李建成嘅部下魏徵多次向太宗犯難直諫，但係太宗都可以包容納諫，喺眾多人才嘅輔政底下，減少施政失誤，開創貞觀盛世。最後係擴展版圖。貞觀初年，邊疆民族好似突厥、吐蕃等等，威脅唐朝嘅邊境安全。唐太宗靈活採取征伐、招撫、保護嘅策略，例如出兵擊敗突厥同吐蕃和親等等，令到邊族先後歸順，擴展唐代嘅疆域。太宗又用平等嘅態度對待各個民族，令到各族嘅首領都尊稱太宗為天可汗。呢度講少少題外話，除咗邊族之外，當時嘅日本、朝鮮都有派學子去到唐代學習，天可汗嘅尊稱真係當之無愧啊！貞觀之治又帶嚟乜嘢影響呢？首先係佢嘅制度影響後世。唐太宗沿用隋朝嘅制度，再加以改良同埋完善，確立三省制同埋科舉制，為後世歷朝所效法。而科舉制仲延續咗1300多年，係中國史上推行時間最長、影響最深遠嘅選官制度。跟住係奠定唐代基業，貞觀君臣都以隋亡為借鑑，好似太宗用人為才，虛心納諫，大臣亦都盡職奉公，輔助施政。貞觀年間，政治清明，社會經濟得以復甦，國勢昌隆，奠定唐代近300年嘅基業。最後係國威遠播四方，對邊疆民族恩威並施，令到邊族心悅誠服，一齊尊稱太宗為天可汗。唐代國威遠播，其中朝鮮同日本兩國甚至採用唐朝嘅制度，而今日中國人仍然被稱為唐人，可以直接反映出唐代嘅影響有幾深遠啊！人治始終係人治，並唔係每一個君王都好似唐太宗咁樣咁犀利嘅，
佢個仔高宗去到晚年嘅時候，因為病而唔可以處理政事，就俾皇后武則天有機會干政。之後仲改埋國號，是為周，成為第一個女皇帝。之後還位俾中宗，但又發生韋后之亂，直到李隆基登位，是為唐玄宗，皇室內部嘅宮廷鬥爭先至告一段落。只可惜去到佢晚年嘅時候，又再沉迷享樂，令到唐朝由盛轉衰。唉，真係成也玄宗，敗也玄宗。下一集就係唐代國勢嘅轉捩點——安史之亂。